話自己勁硬，未。特斯拉電機護板咧，你10個裝咗9個，最後都要拆嘅。好似呢個咧，你睇下裝耐咧，佢已經開始生鏽啦，保護力又差。第二個咧點啊？金屬響聲，哇！你個石仔啊，其他嘢彈上去咚咚聲響，所以呢個車主咧，咁佢就頂唔住啦，要拆咗落嚟。而家市面上嘅電機護板咧好多金屬材料，咁你好似一下唔好彩買得啲差咧，一咬都變形嘅，咁你有咩保護力啊？咁而家呢個 Tesla 電機護板咧，我哋有一個高分子嘅新型材料，呢個材料好喺邊度咧？第一個，佢重量輕，佢係5cc 厚嘅，跟住咧佢係咩啊？你踩晒唔得，韌力非常之好。第二個咩咧？佢輕，唔會減少續航。第三個，佢唔會有異響，哇！呢個掉落去都冇咩聲。咁假如唔小心揩咗石頭，佢唔會有火花。呢個有絕緣嘅作用。咁最後啦，咁多優點12一身咧，最後佢嘅價錢咧都唔會比金屬嘅貴。